什么？他要出台语专辑，第一次出台语专辑，全台语。可是我印象中他台语唱得很好啊，他没有出过台语专辑。对，没有错。虽然没有出过台语专辑，但是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唱台语歌的查某囡仔。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我知道啊，当然知道啊，知道非常好听。知道。当然啦，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他以前在星光大道就常唱一些台语歌曲。我记得那时候他很喜欢唱黄乙玲姐的歌曲，而且他唱得非常的有味道，很有韵味。我觉得他声线是那种线条很犀利的，很有女人味的声音。一直觉得千娜的会靠非常厉害，然后还有她特殊的唱腔跟共鸣。正，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漂亮，然后腿很长，很会唱歌的女生，很阳光，很瘦，很漂亮，很瘦。我觉得她是一个娴熟的女人，很会唱歌，很会唱台语歌，很热情，很酷很高，是一个会散发欢乐给身边的人的女孩。然后我感觉，就我脚一撞到她，就是啊，好疼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歌手，声音很强壮，很冲突的一个人，就是小小的一只，但是声音很有爆发力。后来才发现，哇，她演戏也很好看，感觉是很爱运动，就是健美型的那种女生，倔强的，很坚强的，但是很天真又可爱的小女孩。什么女我最喜欢千娜的闽南语歌曲是心花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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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心花开，心花开，心花开，心花开很可爱，心花开，心花开，我的心花开，心花开，我这个也很可爱。她展现出属于台语李千娜专属的一个女人味，可爱的女人味。我们家千娜是全能的 ，you know。在发完第3张国语专辑之后，近1000个日子里，我受到了金钟奖的肯定，也挑战了高难度的音乐剧。但其实，在我心里还有一个梦，这个梦非常不可思议的，它即将要成真了。那就是我即将在12月21号推出我自己的首张台语专辑《查某囡仔》。透过这张专辑，我想要说出每个女性她在人生的阶段故事，也献给每位正在逐梦追梦的女孩子。希望你们也可以从中间得到勇气，感受柔韧的力量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千娜，为你加油打气的查某囡仔。